鉄道ファンの間で究極の鉄道旅行と呼ばれる夢の旅があります。最長片道切符の旅です。たった1枚の切符で日本列島を走り抜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す。喺未出發之前，就琴日咧就喺基魯城咧就突然間唔小心就跌爆咗個手機，而家成個 mon 係乜嘢都睇唔到嘅。咁你話係有冇少少影響？點多多少影響嘅，因為變咗我睇唔到任何資訊，就係真係靠我自己記住同埋我之前用手寫嘅稿去有一個讓你一個難度一個挑戰嚟咯。好啦，咁我回歸正傳啦。咁我咪話前晚喺上夜1點鐘到上夜之後，好啦，恰幾個鐘頭之後，咁就喺上夜出發，晨早就會上咗高崎啦，跟住就過去呢一個橫村。咁橫村喺橫村嗰度咧，咁我哋就會去一個嗰個叫做對兵嶺嘅鐵道文化館咧。其實我之前都去過嘅。咁我覺得呢個可以值得再遊啦。好啦，跟住就喺橫村就坐巴士去輕井澤，就可以喺輕井澤太子滑雪場嗰度咧，大約玩4個鐘頭啦。跟住就玩完之後，又係坐翻巴士過嚟橫村，跟住喺橫村再過翻嚟高崎，跟住再落去小山。咁呢一日就嘅行程就會比較輕鬆啲嘅，就冇咁長啦，同埋都係主要都係玩下啲旅遊點多嘅啫。ご乗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スーツイマイブラス経由軽井沢駅行きです。これより先薄い
今日係青春18最後一日嘅行程嚟嘅，咁會喺小山先落去下館，跟住下館咧就坐巴士去一個2024年新開嘅喺叫做廣澤啊嗰個地方，叫做係一個交通博物館咁啦，樣樣都有啲啊，飛機啊、汽車啊、火車啊，樣樣都有啲啦。咁玩完之後，跟住就翻小山啦，跟住就沿住條東北本線，會去經過咩地方呢？漁東高啦，跟住就新白河啦，跟住郡山啦，跟住喺福島，跟住喺福島之後呢，就會行呢個山形嘅，但我就去到米集掂一掂就翻轉頭。跟住就回翻福島啦，跟住最尾就喺仙台，預計呢日都會好夜翻到去仙台噶啦。咁如果順利之後呢，就成個青春18 5天啦，即係其實就頭尾係7日嘅，即係因為頭尾嗰2日係搭飛機嘅。如果真正嘅行程就叫做係5天啦，青春18 5天。
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ただいま1番線に到着しました列車はThe train has track number 4 is the local train bound for5日嘅青春18之旅終於完成，尚算順利。係第3日唔小心跌爆個手機，睇唔到任何資訊，係靠手抄嘅手稿同埋之前 Google 睇嘅資訊。